幸福好滋味，随意好料理。哇，哎呦，注意啊，我用会记啦吼，我家己分享一项吼，一道菜叫做 XO 酱炒菜头粿。菜头粿，哎呦，这样菜吼。像咱像高薪仔哦，咱两个无高薪仔，你问我，阮虽然讲拢有美满的家庭，但是但我的心态敢若拢高薪仔。不是你讲，我这样菜吼，这道菜吼，其实吼就是爱当食饱啊，是，过会当食卡。哦，迄芳气吼。对，菜头粿伊这滋味话嘛。对，食会饱，啊，咱去掺这个 XO 酱咯，哇伊高级起来吼，哦，这够赞。所以讲食饱搁食卡。哦，这本来这是咱厝内吼，一般咧食，加这落变餐厅。对。啊，因为菜头粿吼，即摆毋大家过年过节啦，普通时早顿店就弄菜头粿啊。以早讲实，咱迄过年过节真有人好食，即摆人介幸福。咱像咱这个独身啊，一个人伫咧厝诶，嘛闲个出来食吼。对，钟明哥，麻烦你帮我卡3粒啊，哦，3粒啊。哦，我先来煎菜头粿。好。即摆人吼，惊毋食安尼啦，毋惊讲食无啦，伊在咱做囡仔时阵啊。无啥人好食，哪有啥物人好食啊？无像即摆等下规岛顶，各拢毋食啊。以前吼，我会记得出来吼，去迄人迄蒙阿波迄万鸟拔啦，野生的嘛。迄蒙阿波平时啊人较唔敢去，所以捌较有黄的。啊，无一般你啊小可黄就去用慢去啊。有影呢，你若伫道路边哦，像即摆有咱足侪迄个土山啊。小可，你若种伫迄道路边吼，足紧也袂熟。就去慢了，用慢去啊！啊，你也种喺深山啦，恐怖的所在，无人跟你烧钱啦。啊，所以阮囡仔时阵就是安尼啊，慢了咧，哇，感觉足好食的。对。讲即摆人介幸福啦，即摆人足幸福。做个咱即吼，菜头粿吼，就安尼先煎咯，表面吼烧啊赤。咱要掺这白骨菜啦，豆菜，吼，啊，落去炒吼，所以咱这若无甲煎到定型吼，好赤呢。你等下炒会较散去啦。哦，较规地浮起安尼。对，啊，咱来甲煎过吼，嘛较芳。哦，表面有一点安尼赤芳。迄个敢若咱以前囡仔时吼爱食饭皮迄种感觉。哦，对。对吧？哦，迄有够水的，煎啊赤呢。什么个？咱这菜头粿煎啊赤吼。啊，烧甲飞去边啊！啊，咱搁甲添一撮油来。好来，因咱要炒呢。来，我你来，添一撮油吼。好来。啊，唔免干硬起来，晓？唔免，咱就哦，这油直接倒落去，一定个炒到底。哦，咱两个掺一寡吼，两有营养。啊，搁起等下规碗足大碗。啊，就是迄。边仔变过，继续互伊当边仔吃。嘿，对。啊，这当这，介厉害呢。嘿，对。安尼做一个，唔免去点嘛，半起半落。啊，咱即摆这迄个 XO 酱下来，好别一。啊，咱这 XO 酱落去吼，其实吼，就面声去掺酱酱。我的习惯吼，会来一撮豆油。豆油吼，唔通多哦。哦，豆油唔通多哦吼。咱这碟加一个气味，啊个，安尼落了啊，咱这好试一了。吼，啊，咱这菜头粿有闹色吼。菜头粿有咸嘛？啊，咱这 XO 酱佫有咸，所以唔通佫掺别项咯吼。莫伤迄个，莫伤。对。哎，咱来，迄个什么个？麻烦你哦，来，咱来刷糖。哦好，糖哦，糖是安怎？糖吼会好中和者，会较甜脆一丝啊。啊，这时阵吼，来，咱来。豆菜啦，白骨菜，钟明哥你，切辣椒有倒无？哦，有法度。啊，手骨碎哩吼，这个咧拔红芋头无共，迄刀足来吼，碎哩吼，安尼个炒者。我拢豆切啦，啊，袂紧，你豆来安全对。啊，这个时阵吼，我来，因为咱头顶人打嘛吼，对，煲一撮水分来。哦，用米酒啊？米酒。啊，米酒迄鼎开会走出来吼，足香诶。啊，而且吼，咱的米酒吼，滚过了会翻甜。啊，对，是香甜。对。哦，一鼎内底吼，有卵，有猪血，够澎湃。啊，够菜。嘿，咱看起来有够水咧。
哇，看了拢腹肚枵起来。来，我来煲一丝丝啊，佮煲一煲丝啊盐花啊，因为咱已经菜量哦是足多，所以煲一丝啊，迄个盐花啊落去，安尼食个靠一咸味。咸淡，嘿。好，来。啊，因为吼，较好看。我常常咱分享的吼，就是拢一道菜内底吼，嘿，就是拢会当逐项物件拢会当食到，会当食到迄个主食，会当食到营养，会当食到蔬菜，贵菜拢有。像咱啊，囡仔定来出去，即摆囡仔出去食饭也无要招咱。对。莫安尼讲，咱甲无面子，要招咱出去，咱嘛无一定要出去。好啦，有一个情形要招咱出去啦，要招咱去就偏啊。不啦，一般嘛是安尼啦。有的人即摆出外吼，出外可能出外咧拍拼，咧食头路，啊嘛是家己可能住伫宿舍，还是住伫租的厝，家己一个人尔。对啦，加减啊，安尼拉者有时阵吼，也袂歹。对啦，来准备个迄个香油蒜嘛。好，咱虽然有油吼，但是咱这个嘛好，咱要煲迄个规道菜迄个汤刀吼。地这算上尾啊才放落。上尾才可以嘿。其实吼，即摆囡仔吼，咱嘛是啦，有时阵咱嘛要家己咱的空间啦，咱唔通空讲爱哭爱跌落行到倒都要跌到倒。所以有时阵家一个吼，点做差一半，对，爱享受吼，迄个孤单寂寞的时间。哇，你来看，好，5星级的餐厅，原底有星级的，你这路安尼照水的做甲做的吼，变5星级的，这个小骨叫的，迄个 XO 酱，够香的 ，XO 酱炒菜头粿，哇，这足赞的，不管看电视还是食正饭，拢非常非常适合。来。